發覺咦陰陰涼，點解會望溫度計？頭先我所講啦，咦由28跌到27，跌到26。歡迎收睇《都市鬼話》，我係阿坡藍瘦狼。講到鬼故有一個題材，一聽大家就精神晒，豎起對耳好想聽嘅。呢兩個字就係凶宅。咁無論日本無論香港都有凶宅，亦都有凶宅鬼故嘅。今次想分享一單好特別嘅日本凶宅鬼故。通常講鬼故嘅人佢自己係入住咗凶宅，遇到有靈異事啦。但係今次嘅個案有特別喎，嗰個當事人就唔係住喺呢度，而係佢職業關係咧遇到啲奇怪靈異事。佢個職業係叫做凶宅鑑定人啊，好罕有嘅一個行業啊。咁嗱，以下我就分享呢單好你意想不到嘅鬼故俾大家聽。呢個當事人個名叫做兒玉和俊，我哋以下簡稱兒玉先生。佢係一個凶宅鑑定公司嘅社長嚟嘅。嗱，大家俾少少耐性，等我解説咗呢個背景係乜嘢，佢咩職業嚟嘅咧？負責咩工作嘅咧？先至進入佢嗰次工作嘅經歷嘅嗰個部分啊。嗱，兒玉先生本身佢係一個地產經紀嚟嘅，做下就覺得不如嘗試新發展自己創業啦。咁係點咧？即係比方說香港有中原美聯物業㗎，咁會唔會兒玉先生會覺得，咦有中原美聯，不如開間中聯或者開間美聯？唔係咁嘅方向，佢唔係做傳統嘅地產中介，佢係做頭先所講凶宅鑑定。咁即係咩工作啊？因為日本有啲投資者，佢可能將成棟嘅 apartment 買咗。apartment 我哋聽好似好 grand 咁啊，實質可能係一個地段裏邊一層樓1、2、3個單位，得嗰3層2層，咁可能裏面加埋都係10個8個單位嘅一個住宅。有人買咗嚟收租噶嘛，咁但係裡面會懷疑有時有凶宅。嗱，日本凶宅定義我哋要簡介一下啦。香港一日凶宅一世凶宅嘅，咁日本個定義有啲唔同。如果上一手發生過事，咁當你租出或者賣俾下一手咧，喺法律義務上係要話俾下一個買家或者租客知道嘅。但係所謂通知咧，佢就唔係用凶宅咩鬼怪嗰個角度，佢話心理上有瑕疵，即係比如上一手係一個獨居老人，佢就咁離開冇問題喎，但係原來佢離開世界嘅時候咧，係冇人發現佢，佢過咗幾個月佢已經化成一副白骨啦，真係有可能㗎。日本比較乾燥，亦都居民附近可能互相之間唔係好理睬，有時真係發現佢嘅時候，咦冇交租嘅上，咦阿伯變咗副白骨，會發生呢啲事。咁呢啲咁特殊嘅狀況，或者當然嗰啲離不開嗰啲喺間屋裏邊自我解決自己生命啊，或者一啲命案啊，咁當然都係變成個凶宅啦。呢啲狀況就係通知下一手嘅買家或者業主啦。咁佢哋要了解咗個價錢，可能有個折讓喺度啦。咁但係即使發生過呢啲事，係咪凶宅嘅名係除唔到一定有鬼嘅咧？嗱，兒玉先生就係做呢方面嘅工作。佢話用科學嘅方法去驗證嗰間屋有冇鬼怪，有冇靈體出現。當佢發覺冇啦，佢就出一張證書。可能聽到呢一度，大家會問：喂，你點驗證啊？你憑你自己直覺啊？你又唔係師傅，佢唔係師傅嚟㗎，普通地產經紀㗎咋。原來佢用科學嘅方法就係包括溫度、聲音同埋影像。佢去到一間屋嗱。以下可以進入部分啦，個鬼故部分講下嗰次發生咩事啊？有一次受到個委託，佢就帶齊自己嘅裝備，頭先所講幾樣嘢啦，影像、溫度、聲音呢幾種器材，去到一間獨立屋度開始佢嘅工作。委託人咧就一個專係收購呢啲房屋嚟買賣或者租賃嘅人嚟嘅。有一次收到一個 offer， 哇幾唔錯喎！間屋係獨立屋，2層高，係木建嘅，木搭出嚟，相信咧樓上樓下纖維板啊！大家唔好理解為香港啲獨立屋石屎砌出嚟鋼筋係冇呢回事，即係唔係話冇呢回事。我講喺呢個個案裏邊，間屋就比較係一啲日本傳統式木板纖維板搭出嚟嘅間2層高嘅屋，但係間屋個價就非常咁抵，係折到佢話一半價都唔止，係好平好平。咁呢一個買家就有啲懷疑，結果揾兒玉先生去幫手。嗱，呢間屋個背景係咁嘅。本身有個老人家喺度，一個先生喺度住到佢離世咗。其實本身呢間屋係有3個人住，一對老夫婦同埋佢嘅公子。咁公子就大個咗成年，搬咗出去。正如佢父母喺度住，佢媽媽先離開咗。但佢媽媽嘅離開嘅原因都幾奇怪，佢話係離奇斃命、離奇死亡，都幾奇怪啊！之後啦，
到佢爸爸一個人喺度住，後尾就自然咁離開咗，所以間屋就丟空咗。呢一個公子就想賣出去，但係佢點解會賣到咁平？因為佢話我要好快去做成呢個交易，我就唔想係 keep 住自己啦，好麻煩啊咁。結果呢個想買嘅買家揾到宜玉先生，宜玉先生帶晒啲器材去到，因為點解要去現場去 check 下有冇鬼呢？喂，咁平喎，理論上上一手爸爸離開咗，咁唔算兇宅㗎，自然死亡啊嘛。但係個價咁平有啲可疑，咁宜玉先生去到現場就擺陣啦。頭先嗰幾樣嘢我又重複一次啦。影像攝錄機喺現場度，第二聲音就係佢開佢嘅錄音設備，第三溫度佢有一啲即係唔係我哋原始度攞個普通溫度計啊，相信佢有啲電子嘅溫度計，可能放間屋嘅唔同地方。因為憑佢嘅經驗咧，佢話如果有鬼出現嘅地方，佢去到特定嘅時段，個溫度個聲音係會有變化。嗱，我未入翻個兇宅嗰部分，我先講宜玉先生講嘅啲資訊啊。宜玉先生話試過去一啲地方，嗰間地方係間屋係有鬼。佢話好奇怪喎，去到特定嘅時間，譬如嗰間屋冇人住啦，佢度放晒設備啦。去到舉例半夜2點半，每日都係喎，佢連續幾日試過都係突然之間個溫度，明明外邊嘅氣温係冇變化，閂晒窗，但係咧個溫度會跌，原本間屋裏邊28，跌到27、26、25.5，咁奇怪。咁同時喺嗰段期間，所謂懷有靈體出現咧，會有聽到聲音，咁聲音譬如嘣跌嘅聲啊，人敲門啊之類嘅聲音。第三，當然影像就最實在啦。如果影到有啲好朋友飄過，更加清晰啦。咁宜玉先生憑呢幾點去確定一間屋有鬼冇鬼。當冇呢啲事發生啦，佢出一張證書。呢張證書因為宜玉先生都喺日本有名有姓，攞住呢張證書，當你賣或者租俾下一手，驗證過㗎，冇鬼啊，唔使驚啊。雖然以前有人可能喺間屋度離奇暴斃咗，但係咁證明冇鬼，大家可以放心入去居住。所以花錢請宜玉先生去做呢啲工作去驗證，個目的就係咁。講翻呢個鬼故啦，宜玉先生去到頭先間屋嘅現場度巡下睇下，咁又唔覺有咩問題。講嗰間屋嘅結構，2層高，咁嗰間屋咧係個頂層咧係一啲少少尖嘅屋簷咁嗰種斜斜地嘅咁嘅結構。入到去啦，下邊一層即係日本人叫做1樓，我哋香港人叫 ground floor， 咁佢冇呢個概念。1樓正正常常都有廳啊，嗰啲生活起居嘅地方喺度。上一層啦，就有2間房，都頗大間，2間都係和室嚟嘅。一間正正常常，另外一間咧有啲怪異喎。咁啲門咧係屬於日本人常用嗰種趟門，但係竟然一間冇問題嘅房間對面嗰間嘅房間裏邊嗰啲門咧係穿咗窿嗰度門，個感覺咧就唔係正常使用折舊嗰種，係俾人用拳頭可能發嬲打穿咁奇怪。咁但係唔好理啦。公子會要賣呢間屋，父母都唔在世，理得佢之前有家庭爭執定點啊？咁照會睇翻，再望一望啦。呢度嘅時候，發覺咧出現問題嗰間，即係所謂啲門穿晒窿裏邊比較好似有啲唔好話打鬥痕跡啊，好似有啲掟過嘢咁樣嘅痕跡嘅嗰間房間咧，個天花板望一望，咦，哇，真係麻麻喎，就見到有灘水漬嗰度。咁灘水漬相信佢1米咁闊到啦，大概係闊可能未必30-50個 cm 一笪係灘水漬。咁宜玉先生當然同準買家講：哇，先生留意翻呢度啊！咁呢度應該都漏水嘅，上面係啊，不過唔緊要啦。喂，間屋平到咁喎，即係佢報個價出嚟，我都覺得係離晒譜，即係十萬蚊港幣成間2間屋嗰啲咁嘅狀況咁樣可以成交到，我都覺得好不可思議。講翻奇玉先生點樣去驗證，知道呢個狀況咁啦，原來仲有一個地方嘅空間佢哋未睇喎。1樓、2樓、2樓之餘咧，上面天花板仲有一個位。頭先我強調多次啊，一間房2樓冇問題，另外一間房啲門好似俾人打穿咗咁，破破爛爛，同埋天花板有大灘嘅水漬，污糟糟咁。再頂層咧，原來個係一個收納空間。如果大家常睇啲荷里活電影咧，啲老外個屋頂咪有道門咁，拉到門落嚟，有道梯爬上去，上面有個儲物空間，上面就個頂係斜斜地咁樣，一個屋簷嚟噶嘛。佢呢間屋都有呢種咁嘅收納空間，但係佢話嗰個結構係咁嘅，要有支棒好長嘅，拉上去勾住嗰個位，轉幾下拉條梯落嚟到門仔落嚟，條梯跌埋落嚟先至爬到上去。佢話啱啱嗰日咧
現場就冇呢支棒啊。咁結果點啊？余玉先生話：唔緊要啦，我喺度過夜。咁你準買家，不如咁咧，聽朝嗱天咁光，我好早起身，我喺度過夜啊嘛。喂，7點前啦，6點零鐘攞支棒嚟得唔得？攞啲棒嚟開埋佢，我哋咪知道個頂層嘅收納空間有冇咩問題咯。哇，好啊咁。結果嗰晚咧，余玉先生就喺度過夜，亦都係佢平時工作嘅一部分嚟嘅，就係成日唔係就咁擺器材嘅。嗰晚都喺度過夜，聽住發生咩狀況。頭先所講嘅三寶啦。影像、聲音同埋溫度齊晒。佢話去到夜晚大概2點零3點之間，有啲奇怪嘅現象出現咗，見唔到有鬼，但係咧發覺咦陰陰涼，點解會望望溫度計？頭先我所講啦，由28跌到27，跌到26，咁奇嘅呢度，都唔為意。結果繼續就喺度守住間屋啦，聽到有聲，咩聲啊？係一啲寵物跌落地下嘅嘣嘅聲音，唔係佢呢層度喎，係2樓度傳落嚟喎，嘣，好似有人攞住一箱可能50-60磅嘅寵物嘣抌落間屋，冇人噶嘛，佢好奇怪嗱。我哋聽到呢度，可能如果你半夜一個人守間屋，驚驚地，但佢做呢個工作已經習以為常噶啦嘛。奇玉先生就咁奇怪，冇理由有人入咗嚟啊，又冇財物，上去睇下先。今日卜行樓梯上去，一望一望，又真係冇嘢喎。會唔會聽錯啊？好啦，落翻嚟先算啦。卜落翻個樓梯，落翻地面，即係1樓嗰層，都未轉身咋，嗰下寵物嘅跌落嚟嘅聲音嚟多次，嘣，即刻上翻，咦？呢度喎，就係邊度傳嚟咧？佢聽到頭先所講2樓得2間房，一間正正常常，另外一間少少破破爛爛嘛，就係嗰間破破爛爛嗰間房度傳嚟。咦？呢度望一望先，乜嘢都冇喎。咁開始諗，咦，會唔會呢間房搭水積上面嗰個收納空間，但冇人冇剩？咁頭先都講過啦，業主係個公子，成年男人，佢父母都唔喺世上啦。爸爸最近離開佢買屋，媽媽就比爸爸更早離開咗，離奇死亡嘅，早過爸爸幾年咁。冇理由喺現場，佢就結果點咧？奇玉先生做得呢個崗位都夠撲，咁我唔落翻下邊嗰層啦，我就坐喺呢個樓梯呢個頂層呢個位，聽足你成晚，睇下有冇第3下嘣嘅聲音先。但係其實佢自己都認。其實嗰晚好驚啊，因為似乎真係有鬼啊！呢間都古古怪怪咁，咁唯有等啦。佢話終於等下，望住錶，望住鐘，好啦，天光啦，6點啦。咁日本俾我哋個天早光㗎，個6點零鐘嗰個準買家話非常之有厚賜，真係嚟到現場度。喂，奇玉先生，喂，好啦，你嚟到啊，咩事啊？喂，奇玉先生，你啲面色麻麻嘅，唔好講咁多啦。總之你。不如咁講啊！既然我都要話俾你知，要寫報告，口頭講你聽先。喂，其實咧，我琴晚喺度，即係講翻頭先嗰個狀況，聽到連續2下嘣一聲聲音落嚟，個準買家有冇面色變到咧？竟然係冇啊！佢仲話：哎呀，你真係識講笑啫！見你肥頭得意咁得意你個人，我話信你啊傻啊！唔好呃我啦！喂，支棒攞出嚟啦，我哋開下上面個收納空間有咩喺度啊？你唔信啊？好啦，開嚟睇下先。掛支棍係咁啊，我都冇用過。篤上去透實嗰個位，擰開個位一拉，嗰度接門仔跌落嚟，連埋個梯嘅，咁我哋爬上去。上到有咩特別咧？其實冇乜特別，都有少少嗰啲剩餘嘅啲雜物留咗喺度未搬走，係一個收納空間。但係頭先我所講啦，屋頂係斜斜地屋檐咁，所以上到收納空間都比較矮嘅，即係唔可以話成個人。話企到直一直，仲要跳高咁一定冚頭噶啦。咁啊斜斜地嘅屋檐位啦，上到去奇玉先生加埋準買家望一望，咦，呢個位置就係邊度咧？咁一個人形嗰個空嗰度嘅。佢話其中一邊嘅位置地喺度，咦，嗰個有個咩人形啊？佢話大概就係似假設啦，有一個唔係好高嘅人，可能當佢1.5米或者多少少1.6嘅人，佢成個人挨喺幅牆度。挨到挨咗好耐，咁身上面可能有汗有剩，咪會分泌少少汗液啊，咁汗液沾咗幅牆度。我講過啦，唔係石屎建築噶嘛，啲纖維啲板咁樣，啲嘅汗液咧沾咗幅牆度，先控咗個人形嗰度，挨埋幅牆度咁喎。嗱，呢個叫做頭先我所形容，有個人有汗挨住幅牆啫。另一個可能性係乜嘢？呢度有個人離世咗，佢瞓咗喺度，離世咗都唔知，然後
過咗啲時間，佢分泌啲液體出嚟。大家明白㗎啦，點解一個人離開咗之後，佢個遺體如果冇人理佢，會有啲臭味？人體係會分泌一啲液體出嚟。我講係離世之後啦，嗰啲液體係會腐蝕翻自己嘅肉，咁所謂我哋叫做嗰啲味道咁臭味就係咁樣嚟嘅。如果啲液體散發出嚟嘅時候，係會俾呢啲咁樣嘅纖維板啊，會吸收咗。所以咦，望一望個人形個胸嗰度，喂，會唔會有個人喺度離世咗？喂，咪住，講下講下，阿業主啫，阿公子，佢話佢媽媽係早過爸爸離奇死亡，又話佢有啲認知症咁嘅嘢。咦，會唔會個媽媽上咗嚟呢度，就喺度胸度衰弱致死，離開咗世界，而佢啲液體喺度滲咗喺度？仲有啊，咦，你睇睇個胸。喂，咪對照翻我哋嗰間房望嘅天花板位，同一笪空嚟嘅喎，即係有個人佢應該喺度離開咗，升咗天，但係一路冇即時發現到佢，咁佢咪分泌啲液體出嚟，然後留咗喺度。即使搬走咗啦，你冇換過啲板，咪嗰笪空啊，喺幅牆度啊，咪成個人形喺翻度。喂，睇奇玉先生就講，講錯添，係兒玉先生話，我都俾佢嚇一嚇。兒玉先生就話唔係喎，我琴日聽到嘣一聲。喺呢個儲物空間，呢個收納空間度喎，咁個買家有啲咁樣講下，喂，真係好似佢冇講過媽媽點離開喎，有啲怪咁喎。我希望阿兒玉先生咧講笑啦，咁啊離開咗間屋咁啊走咗。之後點發展啊？兒玉先生翻到佢自己屋企咁啊要打字，因為佢要出一個證明書報告書出嚟，就要打翻呢間屋有冇異象啊，溫度有冇變啊等等嘅嘢。佢照報翻啦，溫度有變嘅。夜晚聽到聲，哎呀點寫好啊？我照寫話溫度變冇問題喎，真係有證明。但係咦係喎有聲嘛？我睇翻啲器材有冇聲咪得咯？佢開啲器材，應該自己喺度行嚟行去，仲有錄音噶嘛？去到2點零鐘，佢聽到自己把聲係咩？錄影到佢自己話：咦有聲喎，我上去睇下先。其實佢嗰套錄音設備淨係聽到佢呢把聲。咦樓上有聲喎，我睇下咩事先。係冇巨響，冇嗰個重物跌落嚟嘅聲音。佢上到2樓度落翻嚟咁啦，跟住佢話聲聽到嘣第二下噶嘛。咦又有聲，我上去睇下先。但係喺錄音裏邊淨係聽到佢自言自語。咦又有聲喎，係冇嗰下嘣一聲嗰下巨響聲，即係咧靈體製造出嚟嘅聲音。錄音咪錄唔到啊，佢對耳仔就聽到喎。咁佢話點算啊？點寫報告好啊？跟住電話就響。咦買家喎，喂準買家咩事你唔好追我個報告啦，寫緊。準買家就話唔使寫，得啦。我好猶豫買唔買。喂點解啊？其實嗰晚咧你喺度過夜啊嘛，第二朝我咪嚟攞支棒仔開翻個收納空間嘅，傾下，你同我講又話咩樓上有巨響咩聲，我覺得你講笑嘅啫嘛。跟住我翻咗屋企諗下，咦你個人又唔似講笑喎。第二日咧我心血來潮，不如我自己試下過夜先。我有帶錄音筆啊，帶晒所有嘢，好似你咁上嘅，即係冇你個設備咁齊全啦。我去嗰間屋度過咗晚夜，我去到夜晚2點幾，我以為聽到嘣，跟住上到去乜都冇。我聽完你所講，喂唔係喎，真係有鬼喎。跟住我冇等到天光啊，我嗱臨走啦，開車翻屋企啦已經。咁所以比較似乎真係有啲問題。結果佢哋再嘗試問翻個公子，個公子唔願意多談呢間屋有咩事，只係話我唔知啊。總之媽媽嗰陣就離奇離開咗，個死因有啲衰弱喎，咁佢認知症啊嘛，咁可能爸爸又老啊，唔知佢喺上面咁耐啦咁。但係阿兒玉先生同嗰個準買家討論咗一輪，聽埋呢位阿公子佢嘅説法啦，佢哋嘅推斷係乜嘢？推斷佢媽媽咧懷疑係俾佢個爸爸，即係呢家人得3個人啫，鎖咗喺個收納空間度，冇俾飯佢食，佢最尾衰弱至冇命，然後直至可能過咗啲時間，個分泌啲液體，嗰笪空留咗現場度，先至將佢個遺體運走。而個爸爸再住喺度住咗啲時間，就自然離開。所以呢間凶宅有咁嘅背景，據說最後買家都係冇買到嘅。嗱，大家訂閱咗我哋嘅頻道未呢？咁請大家點讚、留言、分享，拜拜。